大家好，歡迎探到咁今次介紹荃灣嘅車站指南，要經歷技術嘅車站指南。我開個圖示嘅，咁一打開就係車站，一般就係呢個位置啫。之後就係標號39個，之後翻地標嘅位置啦。之後服務卡、電話號碼喺呢一度嘅。之後咧就係咁啦。去邊度就成都站啦，嗰度成都站啦。跟住就2.0個圖。咁1號月台先去2號月台嘅車，2號月台嘅車咧就喺香港大學呢度上下，即係開掉頭。咁好啦。咁呢個嘅香港大學站嘅車站指南同埋呢個模型介紹呢度，咁下一集介紹香港大學，咁我就見啦，拜拜。